离婚？那是不可能的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这次质量真好啊！你就不信了？宋晶晶，你在耍什么花招？你这协议不对，太厚了。协议用的是所里的模板，签字后还会递交单位审核，不会有问题。1个月后去领离婚证就可以。好惨啊！这么优质的一个男的，我竟然只拥有了1秒。哎，等等，1个月，那就证明我还有机会呀！再够1个月，离婚也行，但是能不能让我再住1个月？我还没找到房子，求求了！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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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竟然求我，是个女人天天拽得跟2.8万似的。不行，1个月，离婚证拿到之后马上离开。哥，太好了，他是好人啊，我有救了！我去试客房。哎，原主啊，大别墅住着，极品男人睡着，公婆还伺候着，到底是为什么想不开？怎么非要离婚呀？害得我现在还要重操旧业，过回每天吃着拼好饭，不见天日的牛马生活。宝宝，离婚协议签完了吗？宝宝一会儿想吃什么？我去接你。宝宝，你怎么不回复我？还没签好。死渣男，都他妈你害的！你保已死，护身，请勿联系。怎么样？那个宋晶晶真离了？我随便哄2句，宋晶晶都能为我去死。谁不知道宋晶晶是你的舔狗啊？今晚啊，叶少又能吃好的了。你保已死，护身，请勿联系。宋晶晶不会后悔了，不离了吧？不可能，宋晶晶为了我，连胖都不让她老公胖，不离婚，等着做尼姑啊！再说了，她还收了我的钱，耍小性子而已。书中陆彦川评职称时，有人散布他婚姻不和的消息，导致他评职称失败，消沉了好几年。陆彦川可是个好人，我得杜绝这种情况。拿钱了，不行不行，我得赶紧还掉。哎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叫你们听听他叫的有多骚。宝宝，别发骚，叫我陆太太。叶锦和，很感谢你上次借我5万块应急，算上利息1000块，我现在转给你怎么样？宋晶晶，你发什么疯？哎，你要不要？不要就跟我说一声，我录个音，保留证据。行，要还钱可以，你亲自还。明天早上8点，怡情咖啡店。死渣男，赶早吧去。妈的，老子看上的女人就没有得不到的，现在想跟我划清界限，做梦！哇，这原主还是很有资本的嘛。哥，你搬去单位住吧，明天开始我要出差几天，我不在家盯着。那个宋晶晶算计你怎么办？你别胡说，单位哪里有家里好啊？再说，他就住1个月，也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。你妈说的对，这还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啊！那个宋晶晶使唤你们跟使唤仆人一样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大家下午好呀。哟，这是放弃夜店审美，改好家风了？怎么，你那个姘头不要你了，想找我割接盘？我没那个意思，我已经在找工作了，到时间我会搬出去的。爸妈，以前的事情都是我不对，叫你们2老操心了。晶晶，先坐下来吃饭吧。哇，红烧肉、香酥鸭、油焖大虾，好丰盛啊！
妈妈最爱吃虾了。爸，你最爱吃的香酥鸭。陆教授最喜欢吃红烧肉了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娇娇，你最近在减肥，多吃点青菜。疯了吧？他咋知道我在减肥啊？难道是关心我？神经！还好书里提到过陆家人的喜好，蹭住1个月，嘴甜一点，总没错的吧？啊？这味道，这味道，怎么了？不好吃吗？那要不然我再给你做一份。不是，是太好吃了啊！红烧肉的味道跟妈妈做的一样。自从父母离开后，我再也没吃到过。哎呦，这怎么哭了呢？是妈妈做的饭太好吃了，好吃到想让人落泪。为了报答妈妈做这么好吃的晚饭，今晚的碗我来洗。啊，他还要洗碗？喂，所里有事，我过去一趟。措手不及，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。陆教授，这个项目马上就要进入测试阶段，有个数据它是死活也对不上，我们几个找了10几遍了也没找到。找到了，这一节指令有问题。哦，没错，还得是陆教授，天才的名分果然不是盖的。我们几个这个重新弄，谢陆教授。走。哥，你可千万不要回来！洗山水起山沙，洗山沙，刷刷洗刷刷。哥，你看这女人肯定是后悔了，不想离婚，才厚着脸皮讨好咱们。你不要回来了，万一她还有心机算计你，换成你的孩子就离不了婚了。妈妈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吃桃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爱妈妈。在劫难逃。啊，这女人以前分明不喜欢这个家，现在做这些到底是想干什么？陆教授，我们几个实在是算得太慢了，您可以帮帮我们吗？好。陆爸陆妈真好呀，感觉自己又有了一个家了。陆彦川也是秀色可餐，只可惜要离婚了。这是我不充钱就能梦到的。不确定，再看一眼。这秀气、性感，小莫，哇，弹力十足。你怎么睡在这里？真的。我还想问你呢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万一他还有心机算计你，怀上了你的孩子，这就离不了婚了。难道他真的想用这种方法逃避离婚？这话应该我问你。我们不是签了离婚协议了吗？我就搬到这里来了。这身材，这脸蛋。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这么响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正经人来的，就是上火了。火气挺大的，都烧到交感神经了。你回主卧去。
死手，是你的吗？你就摸。不过，那手感还真挺好的。哎呀！我怎么会想到他？大美男，幻听吗？还是睡着了比较快。那我就……我要说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信吗？出去。好嘞。你下午没吃饭，我给你煮了碗面。我是不是把人想得太坏了？妈，这包子皮薄馅大，用料扎实，外面的根本比不了，太好吃了。来，那你多吃点啊。谢谢妈。吃吧。妈，我刚喝了一口粥，你猜是什么粥？这不是白粥吗？是爱妈妈的每一粥。哎呦，这个孩子。哎，燕川啊，你怎么拿个空碗站在这儿啊？昨晚吃了点夜宵。吃了我的面，就不能赶我走喽？你不是从来都不吃夜宵吗？那个，昨晚有点饿，早饭我就不吃了，我直接去上班了。哎，陆教授，你能顺路载我一程吗？燕川怎么可能送晶晶啊？哎，老陆，你不是要出去吗？你送一下。好。那爸妈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好好好。陆教授，等等我，慢点儿。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怎么了？你以前从来不系安全带，怕把衣服弄皱。我也是，最近看了很多的车祸视频，心里害怕，就想着以后都要系安全带，主打一个和座椅同生共死。做夫妻也可以做朋友啊！成为朋友的第一步，要找到共同话题。有了！你平时肯定做很多数学题吧？我有一个做题小妙招，无往不利，你肯定不知道。他什么时候这么好学？解数学题的时候，如果解不出来，就把题对着天上，就能解出来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了吧？因为人算不如天算。还有，还是一道数学题，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？小白兔。因为小白兔。哇，你也太聪明了吧！这么快就解出来了，你这个基因应该多生几个孩子。此罪，原主不可同房，你人可是舍。你到了。谢谢陆教授。宝宝，这里。哎，这个咖啡店附近都是办公区，早8人多眼杂，亮眼景和也不敢太过分。这里是5万块，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联系我，我是有家室的人。谢谢。宝宝，你怎么了？是我哪里做错了？
你错就错在不该勾搭有夫之妇。我勾搭有夫之妇？我们不是双向奔赴的勾搭吗？宝宝，你是不是怕离婚以后一无所有，我不接受你啊？你放心，我对你是认真的。叶锦和，我已经结婚了，你这样勾搭已婚妇女是缺德、缺大德、缺祖宗18辈的德。作为新时代的人民，我希望你能坚定不移地做一个遵纪守法、文明守礼、敬业爱国、诚信友善的好公民。你现在才20多岁，我希望你能够迷途知返，做一个三观正的。宝宝，你没事吧？请叫我陆太太或者宋晶晶同志。行了，现在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，请你以后不要再联系我，就这样。一边拿铁外带，不要糖。好的，先生，请稍等。陆彦川，他怎么在这里啊？宝宝，你不是已经跟陆彦川离婚了吗？不要闹脾气好不好？我们刚在一起，应该开心啊。我开心你个鬼啊！我开心，滚吧你！啊，陆教授，你听我解释。陆教授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我们这人特别多，不是说我就过来单独见他这样。看来他不是回心转意，而是什么都想要。而且我见什么人是你的自由，你不用跟我解释。先生，您的咖啡好了。谢谢。凉不凉？这一回一定会被赶出去的。我的1个月传输体验卡，还有陆妈妈的3餐。宝宝，陆彦川这就走了，我就知道你肯定离婚了。这么跟我说话，肯定是想给我个惊喜，对不对？叶锦和，撒开！别人的东西就这么想啊？哎，你是没爹没妈，没人教你廉耻2个字怎么写啊？还是天生下贱就喜欢抢啊？钱我已经还给你了，不要再跟着我，滚开！是嫌5万块钱太少了是吗？你要多少直说，别玩这招。不同的物种果然是无法沟通。我发现我们俩之间最大的鸿沟，不是贫富，而是人种。宋芊芊，之前追我的时候跟他们条狗似的，现在装什么清高啊？撒开，撒开！一个离婚的2手货，老子看得上你是你的福气，还不趁着我？对你还有点兴趣，乖一点。谢谢啊。叶锦和，我告诉你，我就算是离婚，我也不会喜欢你这种垃圾，懂？还有，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？陆教授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宋芊芊，你他妈在装什么？来往这儿打，我倒是无所谓，就怕你承受不起明天的新闻头条：叶氏太子爷殴打女性被拘，叶氏的股价怕是会跌到你爸都不认。哎，打人了，报警，快报警！宋芊芊，你他妈到底在厉害什么？离开了陆家，撵你跟撵只蚂蚁一样。哼，法治社会了，亲。以后不管我出现什么事情，这份录音都会出现在警察局。你还敢录音？我就录了，你报警啊！拿来！哎，给我！撒开！给我！好，贱人，站住！你想对我的妻子做什么？妻子，一个破鞋，陆教授也上敢认。你的手是用来搞研究的，不是用来碰垃圾的，我自己处理。
你看什么？好奇啊，见过马桶在厕所里的，没见过在嘴里。宋菁菁，你！打人啊！你不要过来！走开！到底谁打谁啊？你打我呀！我正当防卫。宋菁菁，你死定了！你干什么？劝架，别打了。哎，现在是谁死定？放开老子！打死！别打了，别打了。以后你要是再骚扰我，时间还来得及，我先送你回家吧。我还可以回家。如果你想的话。我想现在回家，还可以吃到妈妈做的午饭。宋菁菁，给老子等着！老子今天的事，我会打电话和叶总说清楚的。你认识我爸？严格来说，我们单位是你们叶氏最大的甲方。甲方？你居然会拉偏架，天才就是天才，不拘泥于条条框框，永远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最优解。哎，不过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不会是放心不下我吧？我咖啡忘拿了。咖啡？咖啡不是一直在这儿吗？不是这杯，我突然想到给同事的咖啡还没带，来不及送你回家了啊。哦，没事儿，那我自己坐公交车回。拜拜，陆教授。叶总，吓唬我什么狗屁甲方，一个破搞研究的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。喂，爸。陆彦春不出意外，会是研究所未来的领头人。什么？我们的收益全仰仗人家，你疯了得罪他？他不就一破搞研究的？滚回来！不许再去打扰陆教授。知道了。有陆彦川帮忙，那个死渣男应该不会再骚扰我了吧？哼，这老毒妇又想说什么？书中就是他撺掇原主离婚，让他傍个有钱人的。芊芊，离婚协议签了吧？签了就跟叶景和在一起，牢牢抓住他。只要你能生个儿子，到时候稳稳接叶家，彩礼都得给我们1000多万。我就知道没必要。有点后妈的自觉，去冷宫里待着。是陆妈妈。嘿，哎，母后大人怎么能干这种粗活呢？以后这些活都留着，由我来做。还真是变了，都会关心人了。菁菁，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呀？这不是想吃妈妈做的午饭吗？外面的饭哪有家里香啊？明天周末，妈妈备了好多菜，你想吃什么？妈妈给你做。真的啊？那我看看，怎么这么多小蛋糕啊？哎呀，这是你爸要吃的。书中后期提到过，陆父得了严重的糖尿病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走，回家。还挺会吃，这一口下去血糖得爆表啊！来，菁菁呐，喝果汁啊！餐后标配还有果汁，这糖尿病来的不冤呢。怎么了，菁菁？啊，没，就是羡慕爸吃这么多甜食，都不用担心血糖问题啊。
怎么不用担心啊？你说，你的血糖一直在临界值，说了也不听。一个老头隔三差五就要蛋糕吃，还净吃奶油。我每天都锻炼身体，吃这点糖啊，这一点问题都没有。爸，我听专家说，如果血糖一直超标的话，很有可能引起眼睛病变，严重的话甚至要截肢啊！啊！哎呦，不行，别吃了！哎呀，别吃了，放下。没那么严重，我血糖好得很。这样，我给您二老约一个明天的体检，没超标的话是好事儿，超标的话也好及时控制，是吧？哎呀，我真没事儿，就这么定了。明天我陪你去。哎，静静，检查结果出来之前，先戒糖。我去给您洗点小番茄。不是，这孩子不对劲儿啊！平时看我们都是用鼻孔的，今儿咋跟换了个人似的呀？估计是要离婚了，人放松了，脑子也清楚了。其实啊，我觉得晶晶这孩子本质不坏，就当好聚好散吧。静静，这下怎么样啊？离家近，环境也不错，时间也合适。好，那我现在就预约。那我现在就预约。好，那妈妈给你转钱啊。哎，你这女人谈什么钱？我的女人，我来宠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你这孩子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还是晶晶心细呀。她呀，看你爸爸刚才吃小蛋糕，怕他血糖超标，给我们预约了一个明天的体检。陆教授，回来这么晚，你吃饭了吗？没有。他们兄妹俩平时都不怎么回来吃饭，都忙。哎，晶晶啊，明天你想吃什么呀？早上妈妈给你准备好，再出去体检。只要是妈妈做的，我都爱吃。看你下午吃排骨没吃够，要不然明天早上妈妈还给你炖排骨吃啊。我最爱吃排骨了。好。早上吃排骨？对呀，晶晶爱吃。哎呀，你妈就这么一个做饭的爱好，平时没人捧场，这好不容易遇到伯乐，正在兴头上。我以后会尽量回来吃饭的。你会说土味情话吗？啊？爱你，在劫难逃。还叶锦和5万给陆爸陆妈做完高级体检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一看余额250。我碎了。一日未脱贫，大功不能停。我们这边有一些法语、德语的翻译工作，没有五险一金，做多少拿多少，请问感兴趣吗？给钱就干。微信好友方便通过一下吗 ？OK。这个文件你可以先翻一下，签字100，水准稳定的话，价钱还可以再往上涨，不用担心信誉，我们是正规公司，第三方平台交易。OK， 区临时工，拿你。我在小小的电脑里面挖呀挖呀挖，这么少少的工资根本不够花。在小小的电脑里面挖，他竟然真的找了份工作。哪有什么寸金难买寸光阴？
老板一点碎银就能买我一整宿，都这么晚了。我得赶紧去准备了。哇，陆妈妈真的给我做了排骨汤，吃得起多早啊？晶晶爱吃。哼，不行，我得好好表现才行。陆爸陆妈提前，中午才能回来，他们不喜欢吃外面的饭，那就由本私厨来料理今天的午饭。谁啊？来了！白色连衣裙，黑长直，看成白月光标配的造型，该不会是本书的女主提前上线了吧？请问你是？难道这就是燕川哥的老婆？一副家庭主妇的模样，一看就上不得台面，难怪外面传他们感情不好。你是陆伯伯家的佣人吧？我是隔壁的邻居，昨天刚从外地回来，今天特地来看望陆伯伯、陆伯母。原来是另一个女配，暗恋陆燕川的邻居朱琳，跟我一样，都是炮灰。抱歉啊，他们今天不在，要不你下次再来吧。那燕川哥在吧？我看他的车在外面，好像还在家。我找他一样的。我跟燕川哥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很好。这次回来，我也给他带了礼物。小绿茶，反正咱俩都不是女主，懒得跟你白费力气。喂，家里来客人了，是个女孩，说跟你感情很好，快下来接待一下吧。我知道了。多谢，你去忙吧。燕川哥，好久不见，这是我给你带的礼物，还有给陆伯伯、陆伯母云交的，都是海城的特产。客气了。宋晶晶在做什么？她还会做饭？燕川哥，你们家佣人，看起来还挺会做饭的。你说他是佣人？你说他是佣人？是啊，刚才就是他给我开的门。我问他是不是佣人，他承认了。难道不是吗？啊，他不会就是嫂子吧？我还以为燕川哥会娶一个才女回来当嫂子呢。宋晶晶会承认自己是佣人？都是炮灰，谁又比谁高贵？还没完了！邻居妹妹，你见过谁家的保姆这么年轻漂亮？嫂子，你真不能怪我。刚才我问你是不是，你没有反驳，我就以为你是。我没反驳你是怕你尴尬，毕竟你年纪轻轻的，眼神不好，也不是什么光彩闪。现在解释清就行了，我不会计较的。燕川哥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她是嫂子，嫂子不会怪我吧？他说了不计较。可我真的错了，嫂子面子上不怪罪，心里肯定是在怪我。要不我去跟嫂子道个歉吧？燕川哥不会叫我道歉，可对于女人来说，但凡丈夫向着其他女人，就一定会闹事。去吧。不是你要道歉的吗？不是你要道歉的吗？不是，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吗？还真让我去道歉啊？
好，我听你的，现在就去道歉。看到我快哭了，他一定会阻止我。歉是你主动要道的，倒也不必说是听我的。我应该道歉的。嫂子，抱歉啊，刚才是我误会你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哎呀，抱歉啊，炸到你了吧？你不会介意的吧？不过你怎么来厨房了？贱人，就是故意要我难看。刚才你明明就听到了我是来道歉的，你要是不想原谅我，你就直说。哎呀，同是天涯女配人，你这手段不行了，这么快就沉不住气了，完全不是我的对手，更别说给女主添堵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赶快走吧，别影响我炒菜。嫂子没工作，在家做饭也挺好的。陆伯伯、陆伯母刚好不喜欢家里有外人在，就没请保姆。有你在，家里的活也有人干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们家确实不喜欢有外人在。这位邻居，我们家要吃饭了，也没多做一顿饭给外人。你要是饿了，就赶快回家吃你妈做的饭，别盯着别人家的饭。嫂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我跟燕川哥从小一起长大，他就像我哥哥一样。我只希望我们能跟以前一样，请你别赶我走。没想到贝主，你是这样的态度。你只是个邻居而已。燕川哥，在我夫人面前说话，请你注意分寸。你只是个邻居而已。燕川哥，在我夫人面前说话，请你注意分寸。我们只是单纯的邻里关系，没有那么亲密，别引起没必要的误会。燕川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你如果没别的事的话，我们就不留了。好男人啊，干得好！哎呀，你不用解释，我知道你刚才不是为了维护我，只是路见不平，我不会自作多情的，放心吧。我只是在尽咱们婚姻存续期间的义务，你没误会就好。我懂，好人都这样。等爸妈回来了，我们就可以开饭了。我帮忙。你会做菜？把这些菜倒进去炒熟就行了吧？理论上是这样的，但是还需要放调料，就是油盐酱醋这些。先放它吗？看来天才也不是万能的，我教你吧。先起锅热油，等油温热了之后，把鸡蛋放进去，鸡蛋炒熟了之后，再把它盛出来。倒像是经常下厨的熟手。放进去。可宋晶晶根本不会做饭，人的性格脾气可以伪装，但是技能不会一下子就会。她不是宋晶晶，她等油温热了不之后，是宋晶晶，把鸡蛋放进去，鸡蛋炒熟了之后，再把它盛出来。你试试。这也太匪夷所思了，她不是宋晶晶，又能是谁啊？好。油烟大，别把衣服弄脏了。这次多亏人家晶晶提醒，你看你的血糖都超标成什么样子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以后什么小蛋糕啊、小甜水啊都不能喝了啊。我看到晶晶抱着一个男人，我也看到了，不过看背影跟念川有点像。哎呀，不可能，他们两口子什么时候那么亲密过呀？哎，你说宋晶晶突然间好心给咱们预约体检，
他是不是要把咱们俩支出去，把外面的带回来啊？太欺负人了！你看我怎么收拾这个王八蛋！臭不要脸！妈，我们以为是小偷呢。都是误会啊，都是误会。都是误会。这些菜都是你们做的呀？爸妈，我们知道你们吃不惯外面的菜，专门做了几个给你们尝尝。哎呀，这看着就好吃啊！这个是陆教授做的。你做的？吃饭吧，吃饭。咸了点儿。就咸了一点点，一点点。第一次能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，我可以全部吃完它。你教的也不错。他们的关系什么时候这么和谐了？啊，那我先问问孩子啊。好的好的，哎，那个晶晶啊，刚才朱琳来家里做客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是发生了一些不愉快。你方阿姨说朱琳好心来送礼物，然后回家一直哭。她想问问你是不是不喜欢她，有什么原因？没关系啊，如果我们有什么误会的话，跟他们说清楚就好。妈，是我的原因。儿子，你说咱们跟老朱家这么多年邻居，这朱琳也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不管有什么矛盾，你能不能让着点人家？你怎么还把人家弄哭了呀？我下次注意。对了，你方阿姨说明天要请咱们一家人去吃饭，还特意让你去呢。这样吧，到时候你给人家朱琳道个歉。我知道了。妈妈给你准备个礼物，你先拿着送给朱琳啊。的确是我的问题。我知道，我不会误会的。好人都这样。哎呀，如今晶晶也变好了，会关心人了，有礼貌。他们两个相处的还不错，如果能不离婚就好了。这样，晶晶也去。啊，我也去。能不能不去？不行，都得去。明天娇娇回来也要去。你方阿姨请咱们一家吃饭，还有人家为了请咱们吃饭，还特意空运了海鲜呢，都去啊。那好吧，反正到时候干饭，其他的跟我没关系。大婶，一晚上就翻好了，质量还这么高，我给你按签字200页，感谢大佬。我们老板出差去谈一本爆款网络长篇小说的法文版权，到时候请大婶赏光翻译。我跟老板申请提价，月入5万，不是梦。只需要一天翻译1万字，不干。他昨天还给钱就干。大婶，你不是缺钱吗？缺钱，不过长篇太累了，我一个人1个月赚1万块钱就够花了。你工作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那你很快就要去上班了？不用，我这个工作不用坐班，在家里也能做的。在家里做？哪有这么好的工作呀？不会是骗子吧？如果你需要帮忙就跟我们说，找工作这种小事儿也不困难，你自己别太辛苦了。是，不用担心，我这个工作是正规工作，第三方结算的。不管怎么说，陆家人真的很好。走之前
应该给他们好好准备一份礼物。不怕大神赚钱多，就怕大神不努力呀。哎呀，刚才唐突了，那个长篇我还有机会吗？必须有啊！等老板明天一回来，我就找他敲合同。唐总监，老板回来了。回来了，走。老板，我可爱的老板，版权的事定了吗？定是定了，但翻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，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人选。看看这个，是我新找的翻译，一晚上3万字，那水准可是1流的。不了解两国文化的，他根本就翻不出来。哇，翻得真好啊！叫什么名字啊？叫，本名不知道，笔名叫宋三碗，以前可没有听说过，就最近不知道怎么就冒出来了。行，就定他了，开3字500，尽快把合约敲定。OK， 我待会儿就先回家了，有什么事儿我们电话联系。那我去拟合同。爸爸妈妈真好呀！如果我的爸爸妈妈没离开的话，也会这么恩爱吗？哎，晶晶来啦！爸妈，一个帅，一个亮，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他有心事。我们好歹也是去做客，你这样穿也太随便了吧？原主的衣服不是太露，就是贴牌假货，穿出去怕是比穿日常的衣服还丢人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的钱包跟不上我的审美，还不赶快去换衣服？哎呀，这样挺好的，你管太多了啊！妈，她现在好歹也是我哥的妻子，代表了我哥的门面，总不可能我哥穿得很正式，他穿得这么随便吧？什么随便？跟我穿的一模一样啊！情侣装。你这样会不会太随便了一点？要不要重新换一套衣服？这样挺好的。吃个饭而已，想怎么穿就怎么穿。走吧。走走。可恶！我才出差2天，你们就忘了苏姐姐是渣女了。哎，小林，陆伯父、陆伯母、燕川哥、云娇，欢迎你们来做客。嫂子，也欢迎你。不气不气，就是来吃饭的。小林，送给你的，受委屈了啊，这就当是燕川他送给你的赔罪礼物，你别跟他计较，好不好？我怎么会怪燕川哥呢？这是他送给我的礼物吗？是啊，看看喜不喜欢。我很喜欢，谢谢燕川哥。谢谢燕川哥。嫂子，燕川哥送我礼物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从进门到现在，我一句话都没说，就被你的茶言茶语内涵了2次。要不是顾杰路霸路骂，你已经被老娘摁在地上磨蹭了。不会。哎呦，你们来的正好！哎呀，饭菜呀都做好了，很快就可以吃了啊！陆伯父、陆伯母，这边请。请。
燕川哥，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你，我坐你旁边吧。静静，来，跟阿姨坐，阿姨也想跟你聊聊天呢。小林想去科研所，所以想向燕川请教，看看有没有招聘渠道或者内推。科研所很累的哟，小林有这个志向呀，挺好的。为了林妈妈，我忍了，我就是来吃饭。我们家小林啊，从小就将燕川当成是榜样，这不也想为国家的科研事业出一份力呢。不是我说，你们家燕川啊，从小就那么优秀，不管谁跟他一起都能变得更优秀。你看，我们家小林受到他的影响啊，就非常大，更别提晶晶了。晶晶也一定非常优秀吧？阿姨还不知道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跟他们一样，你也是搞科研的？我也是做牛马。穷酸。嫂子，之前没有吃过这么新鲜的海虾吧？这东西尝个鲜就行，吃多了对身体可不好。是吗？那你少吃点，我身体好，我不怕。小林只是担心你这一下子吃太多，肠胃会不适应。在家吃这么多就算了，在别人家做客你就少吃点吧，搞得好像我们在家亏待你一样。云娇，你别那么说嫂子，她也是家境不好，没有见过鲜货，稀罕罢了，想吃就多吃点吧。哎呦，你小时候过得不好啊，哎呦，真可怜。来了阿姨这儿就放心的，随便吃啊。你是啊，我家里条件不好的，小时候没有吃过海鲜，很穷。但是你放心，再穷也是打过狂犬疫苗的，放心，我打过。我吃饱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朱阿姨，你和朱小姐的口红真好看。蠢货，果真是小门小户出来的，连嘲讽都听不懂，还在恭维我们的口红好看。不过，怎么涂到鼻子上？啊？不对，涂到鼻子上是小丑。他刚说他打过狂犬疫苗，是在说我们是咬他的狗。宋晶晶，我们好心请客，你居然嘲讽我们，你这媳妇儿也太没家教了。那真是抱歉了，应该忍一忍。朱陆两家多年的邻居，明着跟朱家撕破脸，妈妈会不高兴的。不是我说，这小门小户的，我们陆家小门小户，家教不好，的确不配上你们的桌。这饭我不吃了，也吃不起。我不是说你，晶晶，我们回家。多谢你们的招待，我也吃不惯海鲜。既然看不惯，我们以后还是少来往。不是那个云娇，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？你帮我解释一下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谁说我们不高兴了？我们只是怎么样？我们只是不敢吃你家的海鲜，怕吃多了被嫌弃。走吧。老公。你家是瞎了眼吗？宋晶晶那个垃圾，他们居然当个宝！够了，我收起你的小心思，好好的吃个饭，非要搞得这么不体面。凭什么说我女儿？我就是故意的，嘲讽她两句怎么了？让她宋晶晶把小林欺负哭的时候呢？唉，行了，以后不许再招惹他们。这种女
女人，燕川哥肯定会跟他离婚，绝不会放弃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是为了气朱琳才那样的，你别介意。就这么急着跟我撇清关系？我知道，我跟朱家闹掰了，爸妈会不会不高兴啊？以前的宋晶晶自私，只考虑自己的心情，从来不会关心旁人。但最近她似乎很喜欢关心人。我要是再忍一忍就好了。别多想，他们气的是朱家不尊重你。我们陆家小门小户，家教不好，的确不配上你的桌。这饭我不吃了，也吃不起。谢谢你们。大婶，合约敲好了，如果翻译的水准像上一本一样，给你开签字500，周姐。而且这本书还会出版，法文版每出1版都会给你份钱。干！工作的事。刚接了个大单，我先上去了。我要挣钱，给陆妈妈买大金镯子。今天就开始翻可以吗？1天1万字，我们要尽快在国外的网站同步连载法文版。给你3万字，为了陆妈妈的大金镯子，不工作了，经济有问题；工作了，精神有问题。离陆妈妈的大金镯子又近了一步。先眯一会儿。芊芊，吃饭啦！来了。芊芊，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！我和你爸呀，一早去海鲜市场买的，都是刚到的鲜货，平时不吃嫌麻烦。你要是喜欢吃，那我们天天吃都可以啊！谢谢妈妈。这孩子说什么谢？来，快！喜欢吃就多吃点，别讲究啊！哎，等一下，我拍个照片。孩子喜欢吃海鲜，那就做一桌给他，随便吃，一个人吃完都没问题。我们陆家呀，规矩少，孩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。妈妈，你拍了发给谁啊？我呀，发个朋友圈给老朱家看，讽刺我儿媳妇儿没吃过海鲜。他们埋汰谁呢？陆妈妈脾气那么好，平时吃亏也不愿意与人争论，竟然为了给我这个快离婚的媳妇出气，打脸多年的老邻居。来，坐下吃饭。来，晶晶多吃点啊！谢谢妈妈。妈，你做的太好吃了，你把我嘴都咬刁了，我有出去还怎么吃别的东西啊？哎呦，这孩子呀，那你要是喜欢吃，妈妈天天给你做呀。谢谢妈妈。吃吧，妈妈你也吃，哎，爸爸也吃。妈妈，这么一大桌海鲜，我们肯定吃不完，要不我送点去给陆教授吧？他心里还能惦记燕川，有戏。行啊，那我现在去给你打包，一会儿你去送，好吗？好。
明就是故意的，实在是太气人了。这个宋晶晶到底哪里好？没工作，脾气差，家境也烂。陆家因为这种人跟我们闹翻，好歹做了那么多年的邻居，咱们哪点对不住他们了？为了个女人这么对付，真是太没良心。不行，我得找他们理论去。妈，你现在去理论，可就真闹翻了。燕川哥肯定是被那个贱人迷惑了，我就不信自己还比不上那个贱人。我现在就去给燕川哥送午饭。哼，真是没出息。顾教授，我这儿遇到点问题，可我都算了好几次了，还是不知道是哪儿出了错。第4行错了，你用牛顿第4定律代入算一下。对啊，这里的作用力跟反作用力是一样的。陆教授，你真不愧是大神啊，一眼就能看出问题。我等凡人啊，只能仰望了。行了，12点了，辛苦了，先去吃饭吧。哎，陆教授，你妹妹来了，在大门口等着呢。陆教授，那我先去吃饭了啊。云娇不是最近在忙吗？怎么会来？叶晨哥，你找我？昨天是我们不对，不小心说破嫂子的家境，为了表达歉意，我特意准备了午餐。不用了。你吃过了？哎呀，我应该早点来的。你的歉意表错了对象。我只是不敢面对嫂子，她对我有些敌意。燕川哥，你能帮我解释一下吗？不用，嫂子来了。你想跟嫂子说什么？你嫂子来了，你想跟嫂子说什么？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我老公啊。你刚才说想跟我解释什么来着？昨天我们是无心的，没想到嫂子会对家境的事这么敏感，就特意请燕川哥帮我们解释一下。道歉不找我，找陆燕川，分明是想挑拨离间。话说的挺好听的，看来上完厕所肯定擦不擦。你怎么那么粗鄙？我粗鄙吗？很有语言天分。燕川哥，他不会是个没有文化。我的妻子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评价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，就请你先回去吧。姑娘，放弃吧，陆燕川是你注定得不到的人，当然是我得不到的。你怎么来了？妈妈做了一大桌海鲜，我带了一点给你做午饭。海鲜？看来妈是因为昨天在朱家的事，特意给宋晶晶做的。妈还发了朋友圈呢，你没看着吗？还发了朋友圈？啊！妈以前从来不发朋友圈的，没想到……当然了，妈妈最疼我了。没想到短短2天，她就能改变妈的态度，连我好像都有些忍不住想亲近她了。东西送到，我先走了。你吃了吗？我吃了一些，怎么了？要是没吃饱的话，可以在我们单位食堂再吃一点。据说研究所的食堂饭菜都是真材实料，种类齐全，尤其是午餐晚餐超级丰盛。去晚了就没菜了。什么？那我们赶快走吧。我刚才着急给你送饭，我都没吃多少，我现在正好有点饿。果然，只要提到美食，他就拒绝不了你。走吧。表哥，帮我查个人，叫宋晶晶。这里不能随便乱走，
没法带你参观，但是偶尔可以带家属来食堂用餐，也算间接了解我们工作环境。家属，前世自从父母离世，我已经没有家属了。很快我们就会离婚，我依旧还是一个人。你想吃什么？离婚之前能蹭他的身份来这里吃顿饭，也不亏。我看看。陆教授的妹妹好漂亮啊！那他妹妹是单身吗？那你得问陆教授啊。那他妹妹你想追她，你不得经过他同意？哪儿跟哪儿啊？我就是想认识一下，没别的意思。我去给你买瓶水。嗯。这个也好吃啊。来。这么快？你是？你好，我是陆教授的同事，你是他的妹妹对吧？妹妹？哦，我听门卫说是陆教授的妹妹找。估计是朱琳打的。我们都要离婚了，说是妻子似乎也不合适。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出于好奇，快来跟你打个招呼。你好，你吃饭了吗？吃了。你喜欢我们食堂的饭啊？喜欢，太好吃了。哎呀，你要是周二来啊，能吃上我们大厨做的那个牛肉卷儿，那个味道才叫一绝呢。牛肉卷儿？对啊。还有什么好吃的吗？周三还有烤全羊。烤全羊？烤全羊。周四还有这个酸菜鱼。酸菜鱼。你的水。陆教授，我过来跟你妹妹打个招呼。不说了，你们忙，我先去工作了。妹妹。陆家妹妹，我先走了，欢迎再来我们食堂吃饭。拜拜，再见。你跟她说，你是我妹妹。你是我妹妹。他误会我是你妹妹，而且我们不是快要离婚了吗？我就没解释。看吧，我多体贴。陆家妹妹，你不是……哎，你小点声，我这不都是为你着想吗？等下人家都胡乱编排你的婚后生活。哎呀，你快坐了。快走快走，我得再赶紧多吃2口就走，别再让更多人看到。哎呀，你要是周二来啊，能吃上我们大厨做的那个牛肉卷儿，那个味道才叫一绝呢。是不是可以让陆教授下周二带我来吃个牛肉卷？这次是遇上，肯定不会有下次。要是能让江城宇代购一个就好。那个江城宇是你的下属吗？是这样的，他刚才跟我说了一点事儿，我不小心忘记了。你看，你方不方便把他微信给我？我找他问一问。你别误会啊，我真的只是想问点事儿而已。问什么？我帮你问。想问什么？我帮你问。这多不好意思呀，为了一口吃的。也没什么事儿，没什么重要的，不问就算了。没拿到江城宇的联系方式，就让他这么遗憾。这个女人真是，之前是叶景和，现在又是江城宇，嫁给我，
他就这么不情愿了？我吃饱了。你等我一下，等我！哎，你等等我呀！你等等我！怎么突然就生气了？那你先去工作吧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天气有点凉，我给你打了个车。车辆信息我发你微信上了，到家保证平安。好。幻想着和你在一起。陆教授挺细的嘛。陆家妹妹，陆家妹妹，这是今天食堂最好吃的狮子头，刚才看你没点，所以给你打包了一份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加个微信吧。好。小江，啊，你可能误会了，她是我的妻子，不是妹妹。啊？我第一次来燕川的单位，有点不好意思，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哦，原来是嫂子啊！真是不好意思，是我搞错了。没关系。那你们聊，欢迎嫂子下次再来我们食堂吃饭。陆教授，那我先走了。这回我真的先去工作了。是我想差了。陆教授这么坦荡的人，不会做遮遮掩掩的事，所以才会生气。大神，我刚看完1晚上3万字，而且翻的都相当完美，就第一句话就勾住我了，比原著还好看。机操56。我们公司决定今天下午4点就开始上线这本书，求大神垂怜，再多预备几万字，成绩如果理想的话，可以加大更新力度。我就知道，只要牛马肯吃，就有吃不完的苦。说好1天1万的，我拼死1晚上干3万，就是为了多休2天。我什么都没看见。哦，这条饭这个什么饭呢？这能行吗？都这么久了，宋三晚那里怎么说？一直没有回复。这样，你跟他说，可以线下签一个正式的补充协议，第1个月40万字，后续每个月不低于36万字。如果这本书的销量有过100万，给他5%的分成。哎，老陆，你说这个晶晶会喜欢吗？我怎么觉得这个款式有点老气啊？不老气啊？怎么想起给他送镯子了呢？我今天中午去他房间打扫卫生，看到这孩子的电脑上购物网站里就是这个镯子，我觉得他应该喜欢。我不确定，反正我刚才出去就把它买回来了。这孩子呀，最近素面朝天的，年轻人是得打扮打扮啊。可不是嘛！我跟你说啊，晶晶啊，最近对咱们没得说。你说咱们家燕川和云娇天天都不着家，有他陪着，我觉得这家里头啊也有点烟火气。他们2个真离婚了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。要是离婚，把公公婆婆带走就好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晶晶，快来，来，过来。好不好看？老陆，你看怎么样？好看。我们晶晶手白嫩，戴着就是好看，好看。妈妈，这个我不能要。晶晶，妈给的，拿着。就一个金手镯，别多心啊。本来是要买给陆妈妈的，现在却戴在我的手上，真是还不起了。谢谢妈妈。跟妈妈客气。大神，
我们老板说，只要第1个月能交40万字，后续每个月不低于36万字，可以线下签一个补充协议。如果本书月入100万，可以给你5%的分成。陆妈妈给我买大金镯子，那我就给她买凤冠。行，他同意了。行了，都行动起来吧。今天4点上线。你负责今天把补充协议的内容敲定出来，约宋3晚明天来公司签一下协议。好的，老板。妈，我最近也有点忙，不能帮你洗碗了，我给你买洗碗机好不好？不用，你忙你的，不要浪费那个钱啊。那我先上去了。好，爸，我走了。好。他不在。儿子，今天怎么准时下班了？快上楼叫晶晶吃饭，都忙一上午了。哦，好，我去叫。哎，去吧。真不错呀！吃饭了。吃饭了。什么工作需要注意力这么高度集中？2万字，有一个懒人站起来了！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刚刚敲门喊你吃饭，你没答应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没听见。你流血了？没事。这怎么能没事呢？来，你这要涂药，你坐在这别动，我去给你拿药。痛不痛啊？不，有点痛。我轻一点，等药水干了，再上点云南白药就好了啊。晶晶啊，下来吃。那个我还有个汤没准备好呢，你们等会儿下来啊，等一会儿下来。来了，妈妈。这个药你自己擦，我先下去吃饭了啊。哎呀，还是年轻人有精神，都咬破了。这样下去，离婚审核期没到，大孙子都该有了。云娇呢？啊，云娇打电话说公司忙，过2天可能还要出国谈什么出版，最近都不回家。晶晶多吃点。谢谢妈妈。你嘴怎么了？上火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正经人来的，我只是上火了。不就是碰到了吗？为什么非要说上火？是不是在内涵我？妥了，儿媳妇跑不了了。哦，
爆了！小说上线3个小时，评论就超过200多条，销售更是高达2万多，而且几乎都是好评。明天你有时间吗？下午2点来公司把合约签一下。好，一起发财。有喜事。HR 说我工作很不错，要多发奖金呢。哎呦，我们晶晶这么厉害呀！当然了，等我挣钱了，我就请爸妈吃大餐。好。是他爸妈吗？我不是人吗？这筷子质量不太好，我再拿一双。这筷子质量不好吗？这么累啊！刚才我上去叫她吃饭的时候，她还在打字呢。这丫头熬了一夜。哎，老陆啊，要不然你带晶晶炒股吧？可以啊。爸还会炒股啊？爸之前是很多银行的投资顾问。这么厉害啊！你这嘴怎么还越来越严重啊？昨晚忙工作忘记抹了。那可不行，等会儿我给你抹吧。进度飞快呀！这个药一天要涂3次，我今天下午有事儿，你记得自己涂啊。以前的宋晶晶对我避之不及，现在居然也会耐心的帮我擦药。好了，怎么了？还痛啊？宋晶晶，这怎么了？你真的是宋晶晶吗？他知道了。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呢？我不是宋晶晶还能是谁啊？没事，就是觉得你最近变化挺大的。人嘛，总是会成长的。没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没事。她不是宋晶晶，虽然科学无法解释，但人在听到质问的时候，那一瞬间的反应骗不了人。她慌了。陆彦川肯定怀疑我了。还好传输这事无法解释，他也无法考证。还有2个多小时，就距新书上线24小时了。现在数据已经破9万了，要是能破10万，我们就能创造国语小说出海的神话了。老板，今天早上3晚又发了4万字过来，如果那边的审核通过了，我们再更新出一部分，那肯定是能破10万的。这个宋3晚的确是个人才。约定好今天签合同了吗？刚聊完，现在已经到公司门口了。老板，前台说宋3晚到了。走，我们去见见。哦，好的好的。我要见你们老板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我们老板不在。我就不信他不见我。陆云娇，你给我出来！陆云娇，陆云娇，书中陆云娇的确是经营一家公司，没想到这么巧，是我要签的公司啊！公共场合请别大声喧哗，
云娇，他怎么来了？合同你续钱，叫保安把人丢出去。好的，保安，保安，有人闹事！云娇，我们谈谈。我没兴趣，滚开！先生，请你离开。云娇，我知道你等了我4年，你难道就不想听我解释一下吗？完了，吃上瓜了，还是陆云娇的。这事我还是不用瞎掺和了。行，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。可不敢啊！渣男的嘴是骗人的鬼呀！但是你只能说3句话，开始吧。哎呀，陆云娇还是太文明了。我去美国后遇到了很多困难，差点辍学，是图诺资助了我。只是他目前被家里逼婚，所以我才想假扮他的未婚夫。我和……好了，3句话到了，剩下的我没时间听，麻烦滚远点。我和他真的没关系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？滚呐！陆云娇，你这样对我不公平。我在国外一直努力，就为了回来配得上你。可是你因为误会就要跟我分手，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什么破借口，渣男实锤了。那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等了你4年，音讯全无，还以为你死了呢。原来你没死啊？还是说美国那个地方没有信号啊？不是的，云娇，我只是自卑，我不敢联系你。先生，他怎么在这儿？完了，他什么时候来的？他要是知道了，肯定在心里偷笑我。你是谁？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不要染这种黑不黑、棕不棕的头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起来真的很像一坨粑粑，别人会把你冲进下水道的。你竟然敢骂我！你喜欢？你喜欢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刻在碑上。粑粑男。贱人！哎，来，打我！你打我！我看看是你的拳头硬，还是牢里的地板硬？不可理喻！心中无男人，拔剑自然神。你去找宋三碗。好的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哎呀，完了，差点忘了，我签合约的就是陆云娇的公司。我就是出来溜达溜达。刚才是看到有人闹事，我不是故意偷听的。那行，你先忙，我先走了啊。大婶，你就是宋三碗。宋晶晶，宋三碗。你什么时候学的法文啊？我哥知道吗？我业余爱好，我自己偷偷学的。你哥应该不知道。靠自学就能把法文学得这么好？你不会跟我哥一样是天才吧？我也不知道。那协议你还签吗？以陆云娇对我的厌恶，估计不赚这个钱，也不想签这个协议吧。还是算了吧。一码归一码。虽然你的人品的确配不上我哥，但是吧，论翻译的实力，我确实找不到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。我希望你能签下这份协议，咱们合作共赢嘛。什么啊？哎呀，快签吧，这可是你在业内打响名声的好时候。离婚以后，你家里面又帮不上你什么，你需要钱的地方肯定又多。说的也是，原主的原生家庭真是指望不上一点。行。我会按时交稿的。这就对了嘛，求人不如求己。还有啊，刚才的事儿，谢谢你啊。
没事儿，之前在朱家你也帮过我。我那是看在我哥的面子上，毕竟你们还没离婚呢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缠着你哥的，只要我拿到工资，我就会马上找房子。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这个宋菁菁如果真心悔改，倒也不是不能做我大嫂。哎呀，差点忘了跟我哥说，这女人还是个翻译大佬。喂，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。跟谁打电话呢？妈，所里要出紧急任务，我要秘密出差一段时间，手机要上交，最近联系不上我，不用担心。去多久啊？不清楚，不过不用担心。你自己注意安全。对了，妈，宋……没事，回来见。燕川，所长，考虑有保密任务，回来时间不确定，你想清楚，这离婚协议我可以给你加急。所长，我不离婚了。看来你小子也栽了。宋菁菁不是宋菁菁，听起来是一件很匪夷所思的事情，可我很确信，我喜欢现在的她。来，菁菁，谢谢妈。爸妈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儿，就是燕川临时秘密出任务，我有点担心。放心啊妈，陆教授可是科研所的重点保护对象，不会有事儿的。说的也是，别操心了啊。菁菁，看看爸新买的这只股票涨得好不好？哇，好家伙，这一天的盈利就有17万！是啊，不错吧？这简直是逆天了！我怎么没这个本事？爸，这个股我能不能买点儿？爸，这个股我能不能买点儿？这只就没意思了。你现在开通一个账户，爸给你2只股，你4天后买，闭眼拿10天。我看了这2只很久了，绝对能赚。好。翻译的钱是重金，4天后我就能有几万块了。行了，快吃饭吧，一会儿菜都凉了。哎，吃，来。喂，表哥，你说。我找人查到宋菁菁的父母家，听他后妈说，宋菁菁傍上了叶氏的公子，跟陆远川离婚后就会嫁进叶氏，带他们全家进城。好，那表哥再帮我给宋菁菁后妈透露一下，因为陆家不放人，宋菁菁被金龟婿给甩了。好。不枉我辛苦干了这么多天，终于见到钱了。发工资了？别忘了买股票啊。对，我现在就买。爸，您看这个股票，它都跌了这么多天了，真的能买吗？买，今天已经跌到谷底了，10天后你再卖。哦，行，那我买个1-2万。有多少买多少，不会亏的。
那我买个5万，余下来的3万用来找房子应急，再来2季工资，就够给陆家人买礼物了。10天后，如果不能让你翻个3倍，缺的呀，爸给你补上。那怎么行呢？缺了也不能让爸补呀。倒是有点担当啊，赔不了。喂，宋金金，你妈的夜市大门蹲我了！宋金金，你妈的夜市大门蹲我了！爸，我接个电话。去吧。你妈说，你和陆彦川已经签离婚协议了，是陆家不放人，求你不要跟我分手。姐姐，你别怕，我都跟叶少说好了，等会儿我就上老陆家闹去，没有扣着人不让离婚的道理。我妈早死了，她没资格。我知道，后妈也是妈。听说陆彦川现在正在升职的档口，这时候丈母娘去单位闹。叶景和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要你！叶景和，你别做梦了！我和陆彦川的离婚申请已经递上去了，现在谁都影响不了他，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。是吗？可我听说你还住在陆家。我已经开始找房子了，今天就会搬出去。看来你妈说的没有错，你跟陆彦川已经离婚了，是因为钱给的少才故意闹。不能！没想到书中陆彦川遭遇构陷的事还是发生了，绝对不能影响到陆家。妈的，又挂老子电话！哎呦，是不是金金不懂事儿，让您生气了？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！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，我不仅要收了宋金金，还要连陆彦川一起收拾。宋阿姨啊，陆家不放人，金金也没办法，我们，哎呀，可能有缘无分吧。放屁！老陆家还敢不放人？我现在就去上门找他们理论去！这下可就不怪我了。亲亲，哎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跟朋友约好了，领到工资就一起去旅游。啊，去哪儿玩啊？云城。云城好啊，去几天呢？那个酒店订了没有啊？你三叔啊，正好是在那开酒店的，我现在就给他打个电话啊。爸，酒店我都订过了。妈正好刚买了葡萄，我去给你拿。不用，别担心。我就是去玩半个月就回来了。行，那你在外面注意安全啊，有事儿给家里打电话。先找个地方猫半个月，回来正好离婚。哟，你这是被扫地出门了？你倒是想被扫地出门，可要先进得去才行。你敢打我？我忍你很久，你再招惹我试试。你有什么好厉害的？脚踏两条船，彦川哥要是知道你是这样的女人，迟早会跟你离婚的。我懒得跟你说了，反正以后再也见不到。
我也没脸回来了。10天的活，赶工4天做完。家里有谁啊？娇妻呗。我老婆要这么漂亮，我也拼命往回赶。辛苦大家了，我先回去了。过几天请大家吃饭。好，那回头叫上嫂子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好。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。这尖尖一走啊，家里突然间就安静了，一点也不热闹。出去旅游了，几天就回来了啊。爸妈，儿子，你回来了。就你们2个？啊，晶晶拿到工资啊，就跟朋友出去旅行了。去旅行了？啊。没一样能吃的，也不知道陆妈妈现在做饭没有。晶晶多吃点。他们今天吃什么呀？来，晶晶，谢谢妈。好想回家。喂，听妈说你去云城旅游了。现在已经出发了吗？在机场了。那我过来送送你。不用了，飞机马上就起。算了，其实我只是不好意思当面跟大家告别。上次说好1个月搬离陆家，现在我拿到工资了，也没有理由再赖在你们家。等到时间了，我会回来离婚的。这段时间，谢谢你们的照顾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们可以见面聊聊吗？我们可以见面聊聊吗？他想聊什么？没什么好聊的。博丰酒店，你到了给我打电话。离婚也不是件小事儿，他想见面聊，也是应该的。应该快到了吧。All of my love 내 단 하나의 그대 벼랑 끝에 서 있던 내 손을 잡아你怎么直接上来了？波峰酒店是我叔开的。你是说全国最大的连锁酒店是你叔开的？不打算请我进去坐坐吗？请进。
可以告诉我，为什么突然要搬出来吗？迟早也是要搬出来的，而且现在我有钱了，也没有理由赖在你们家。你最近跟我们相处的挺好的，你也可以不用搬出来，我们也没以前那种想法了。我也舍不得离开鲁巴鲁嘛，可是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谢谢你们对我的好，我都记在心里了。但是我还是喜欢自己一个人搬出来住。其实离婚申请我拿回来了，所以要离婚还要重新申请。你拿回来了？为什么呀？我不想离婚了。我知道，是因为你职业特殊的原因，离婚对你的影响不好。我知道你的顾虑，但是宋晶晶，不是因为别的原因，是因为你，因为你很好，我想跟你重新开始，所以我在出差前把离婚申请拿回来给销毁了。收拾东西跟我回家吧，爸妈也不希望你走。他的意思是喜欢上我了？我只是有色心没贼胆啊，还没准备好进入一段感情。刚才我说的话只是我单方面的心意，你不用有压力。除开其他的，我们已经把你当做一家人了，一家人怎么可以分开？你说是吗？一家人？他们都把我当成一家人了吗？走吧，我们收拾东西，就跟爸妈说航班取消了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去云城。那不离婚了？一辈子都不离婚了，除非你不想跟我在一起。一辈子不离婚？出任务前我就想好了，回来要跟你表明心意。我后妈去找叶景和，叶景和让他去你单位闹，我怕对你有影响，我就跟他说已经和你离婚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处理好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回去了吗？我们一起回去会不会太困呀？那我送你到大门口，你自己进去，我在外面溜一圈，再回来。哟，找谁啊？我找我女儿宋晶晶，她是这家的媳妇儿，他们不在家吗？宋晶晶的后妈，
竟然找到这里来。不用找了，他被陆家扫地出门了，估计快离婚了吧。真离了呀？没想到晶晶动作还挺快的。不过这也不能怪他啊，有个很有钱的富二代在追他，他也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嘛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说什么？陆阿姨，怎么？我说错了吗？你们陆家抠门儿，结婚才给48万彩礼，哪儿比得上追我女儿的富二代啊？人家可是资产几个亿呢！你真是不要脸！我们晶晶才看不上这些东西呢，她跟我儿子好好的，我呸！你们才不要脸呢！我女儿可是凤凰，你们陆家一个破鸡窝，还想扣着她不放啊？你。陆阿姨，这种事还是调查清楚比较好。燕川哥毕竟工作特殊，生活稳定也很重要。嫂子毕竟家境不好，万一走了歪路，你走开！查什么查呀？晶晶是个好姑娘，我羡她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她已经和叶少在一起了，你们陆家就死了这条心。你放屁！你怎么说话的呢？宋晶晶在外面勾搭人，你不觉得丢脸，反倒来这儿耀武扬威的？远远就闻到粪坑里的屎味儿，原来是你在这拉。我现在人就站在这儿，你有种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谁勾搭人了？我要是没做，你敢不敢倒立拉屎？难道不是吗？你妈她自己说的。我亲妈早死了，你见鬼了吧？你说谁是鬼呢？你什么？说你呢？这死丫头厉害起来了。后妈就不是妈吗？后妈就不是妈吗？这么喜欢认后妈，让你爸给你再娶一个。不过要小心，得娶个人。要是娶个畜生，还天天虐待你。谁虐待你了？你个没良心的死丫头！陆家给你灌的什么迷魂汤？你敢打我！你给我听好，你要是再敢来陆家闹事儿，我不仅打你，连你生的那个什么耀祖也一起打。给我滚！你给我等着，这事没完！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哎，就是让你受委屈了。你说我这个当妈的，我跟人吵架，我都吵不过。妈，你已经很保护我了。对不起，这件事情都怪我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后妈来过了。站住！你去了又能怎么样啊？你能把他们打一顿吗？对不起，我可能还是不该待在陆家。傻孩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就安心待在这个家里，我看谁敢欺负你。放心吧，这些事影响不了我什么。走，咱们回家。我忙完这个任务，上面给了休假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去云城玩。好呀，咱们一家人好久没出去旅行了，是不是？来缩了一下，
知道了，所长。什么事啊？没什么事，我先去趟单位。是不是昨天的事儿有人写举报信了？真的没什么，就是去说明一下情况。我也去。好。别紧张啊，就是请你们喝杯茶，了解了解情况。领导好，我叫宋晶晶，是陆彦川的妻子。领导好，我叫陆彦川，是宋晶晶的丈夫。谁不知道你是谁呀？还在我面前秀恩爱。哎呀，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所里接到2封举报信，一封举报陆教授的妻子私德有亏，出轨别的男人；另一封举报陆教授不敬长辈，非法禁锢妻子的人身自由。都扯不扯？我可以说话吗？当然可以。领导，其实这件事我是有问题。我之前喜欢过一个同学，他就是叶家的公子叶景和，但是他不喜欢我，我们俩没在一起过。后来因为婚约的事儿，我跟陆彦川结婚了，但是我们是刚结婚，我们俩都还没培养好感情呢，那个叶景和又来骚扰我。事情就是这样的。哦，我还有录音呢，可以证明我的清白。看来我们是多此一举了，人家准备的多充分。丽娜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丽娜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说，我们还有个邻居，他一直看我不爽，他一直对我有意见，听到了一点风声就在那儿造谣。我觉得举报我的那封信很有可能就是他写的。放心，所里会调查清楚的。彦川是我们所的忠良砥柱，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抹黑他。太好了，谢谢领导。我们陆彦川是个很好的人，他家境优渥，完全可以不用做那些吃苦的事儿了。可是他还是选择了航天事业，是因为他有很崇高的理想。原来，在他眼里，我这样好。如果是因为我的作风问题影响了他，我愿意离婚。只要是不影响他，我都愿意配合。宋晶晶，我不会跟你离婚的。你们不要想得太严重，你们没有错，所里会帮你们处理好。谢谢领导。谢谢所长。应该没事了吧？放心吧。哎呀，你要是周二来啊，能吃上我们大厨做的那个牛肉卷，那个味道才叫一绝呢。今天星期几啊？星期二。我要吃牛肉卷。你怎么知道有？上次江成宇不是告诉我了吗？只不过本来想让他代购回去给爸妈也尝尝，不是没他微信吗？原来我要江成宇的联系方式是因为这个。
走吧。你笑起来挺好看的。比牛肉卷还好看。那我要吃牛肉卷。爸妈，陆教授，一人一个，我吃2个，正好。我的也给你。真的吗？喜欢吃，以后每周都给你带。陆教授，你真是个好人。他总说我是好人，应该是对我有好感了吧？家里来人了吗？门口这么多车。没听说。你就原谅我们吧！我们不接受任何道歉，请你们离开。哥，你们回来了。姐姐，我也是为了你好啊！你跟你爸好好说说，别跟我离婚呐！燕川哥，嫂子，之前的事是我不对，你们原谅我好不好？别让我爸把我送出国。姐姐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骚扰你了。求求你跟领导说一下，别取消夜视警报资格，爸真的会打死我的。想让我原谅你们？没门儿！快走快走！姐姐，原谅我！姐姐，好了，原谅我吧！走啊！走！姐姐，烦死了！刚出差回来，屁股还没坐热，就遇上这堆垃圾。怎么样了？多亏了晶晶准备的充分，都解决了。哎呦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没事啊，我带了牛肉卷，走，我们一起去吃。走。哎，走。哥，我们和好了啊？算是吧。求婚的戒指他还没戴上。你还求婚了？他还没答应。不过，他总说我是个好人，应该是对我有好感。哥哥呀，好人卡的意思就类似于谢谢惠顾，你很好。这件事也就这样了。啊？放心，交给我吧。你和他的关系还不如我。你还不知道呢，他现在呀，在我们公司当翻译，我现在算是他的老板。不过他确实还挺有实力的。原来他找的工作是翻译。云娇，云娇，你要不要吃这个牛肉卷啊？吃。那个，我们这本书的法文版已经签了出版社了，公司团建呀，去温泉酒店庆祝，一起去吧。我？还可以带一个家属。那我可以带妈吗？带妈去也不带我。那个，爸妈也是要去的，但是是我的家属。那我去。那个，我哥。哎，不行不行的，陆教授他工作忙，要为航天事业做贡献，我们不能打扰他。我昨天不是说了吗？我休假。这怎么弄得像度蜜月一样？可能是给夫妻的特殊待遇吧。就一张床，怎么睡啊？那我睡沙发吧。谢谢陆教授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又是好人。哼。我洗完了，你去。睡着了。
意思啊？停电了。别走，可以吗？戴了我的戒指，就是同意了。我还有个条件。你说。离婚的时候，爸妈能不能归我？离婚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怎么还想这个？没有，最快。离婚，什么都没有；不离婚，什么都有。我也是你的。成交。